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民。咱讲明年就是2022年吼，又搁要选举了吼。咱讲明年啦吼，可能吼伫咧新竹市甲新竹县到底会升做第7都无？大家拢真关心啦吼。啊，最近嘛讨论真济，咱嘛看到讲政坛嘛开始咧布局。民众接咱讲新竹市长林志坚吼，先弹出来大新竹市新竹县吼合并升价。直辖市的这个概念，尤其强调讲过去啦吼，咱讲新竹有历史的这传统，嘛甲现主是咱讲新竹科学园区发展，佮延伸吼，甲咱新北吼这个科学园区遮啦吼，地理上甲经济上重要的这个意义。咱嘛看到讲吼，头期先有含这个国民党籍的新竹县长吼杨文科有一寡这个共识伫咧，啊，咱嘛看到讲即阵咱。看到讲杨文科县长吼，嘛招啥？招苗栗县做伙，讲要来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吼，苗要来合并吼。但是嘛，引发到就是讲国土规划也好啊，直辖市甲一般县市到底财政划分吼，全面探讨的这个议题啦吼。到底讲咱的地方也好，行政区安怎来去分配，啊嘛牵涉到讲资源安怎来分配吼。咱嘛讲到真正好起来这个县市，莫甲这个散车这个县市争差伤济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现在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民进党新竹市议员陈建明。伟你好，各位公司的民众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感谢。第二位，咱们邀请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立功。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是透过连线，咱们要来连线，伫咧国民党吼，这个咱的这个新竹立委林维洲委员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哇，感谢啦吼！透过这个连线，咱等下好好请教到维洲委员，咱即阵要先带大家来看讲。是啊，这件代志吼，最近一礼拜来吼，讨论度真悬吼，尤其对着新竹市的市民来讲，也是讲新竹县的这个县民吼。啊，但是即阵嘛小看到吼，讲苗栗到底要加入来，但是伫咧这进程，咱嘛讲到吼，共同治理非常重要。但是咱讲啊，欠啥？欠一个人口数这个问题，125万，到底这安怎来去解决？尤其咱讲吼，即阵新竹市也好，新竹县吼加起来。拄好102万尔吼，还佫差20几万吼，但是透过修法有可能无？咱先做来看。根据地方制度法规定，人口要有125万人的条件，才有资格升格直辖市。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新竹虽然户籍人数确实无够，不过实际大地大新竹的人口有120万人，而且县市的民众拢真期待大新竹未来的发展。其实在新竹县市生活的居民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外来人口非常的多哦。民国71年，县市分家历史的一个小插曲哦。那么40年后，明年就是刚好40年。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市民县民高度的共识之下，那更乐见杨文科县长和我一样。不分蓝绿，都想要来推动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新竹县长杨文科也表示，新竹的科技产业在台湾占非常重要的地位，真欢喜县市有共识，希望中央会使甲升格直辖市的人口数降至100万人。想法一致，我们就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那同时，我想我也要立即的来邀集林市长跟新竹地区的朝野的立委，我们一起来坐下来讨论，怎么样让修法的速度可以加快。目前新竹市人口45万2千多人，再加上新竹县的57万3千多人，县市总人口102万6千多人。若是要升做第7个直辖市，阁有真大的空间。若无要修法，县市就合并，以上的效益可能有限。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是啦吼，咱讲新竹市也好，新竹县也好，遮市民、县民拢总真期待啦吼。但是这个声音吼，即阵已经变做是这个全国性的这个议题吼，安怎该进行较好势？咱先请教议员啦。是，我想吼，顶礼拜一，敢若足久进前的代志咯。但是大家详细甲想看卖，敢若1礼拜时间尔吼。顶礼拜一，咱林志坚市长吼接受咱媒体专访。发表着咱新竹县市要合并的这个议题，到即卖已经受到咱的新竹市的市民也好，是新竹县的县民也好，大家
高度的共识讨论跟期待。是。到目前为止，阮伫地方咧走吼，大家对新竹县市合并升价，拜一市长来讲合并，刷落来拜二杨文科县长连咪就加码，伊讲爱升价，毋仅是合并爱升价，变成台湾第七都的这个议题吼。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新竹县、新竹市、大新竹地区的居民大家共同的期待跟高度的共识啦吼。所以吼，大家爱好好来想办法，包括咱伫咧新竹地方吼做民意代表，咱拢为即礼拜开始吼，咱就20几个新竹地方基层的民意代表，即礼拜开始。新竹县13个乡镇市、新竹市3个区域吼，咱就敢若随来安排落去，要来面对面亲历基层吼，再一次甲大家，无论是收集大家意见也好，无论是吼再一次甲大家强调讲，咱即摆要来推动即个新竹县市合并升格，会有啥物困难？会有啥物拄到啥物？困难的坎坷吼，大家爱做伙拍拼来努力来推动，咱会来想办法。但是基本上为着生活，我尤其要讲到新竹市、新竹县，毋是干那新竹县市民原长成长伫即个所在的即个居民。新竹县市有国际战略高度跟国际产业格局，是因为民国69年新竹科学园区就伫遮产业的发展。为美中贸易战以来，甲这个新冠肺炎发展到现在吼，新竹科学园区伫咧全世界上迄个产业内底，这个大家对半导体、对晶片的需求，其实已经发展成高度的这个战略地位的一个区域。所以咱新竹县市合并吼，毋是干那顾咱新竹县、新竹市民的生活，新竹县市合并。对咱国家来讲是有高度的迄个战略地位的事情要来去思考。所以我们讲到吼，一个重点就是科学园区这个部分吼。咱就讲到科学园区即阵，嘛毋是干那新竹市的科学园区吼，竹北市这嘛是要考量吼。咱嘛讲吼，继续请教吼，咱讲较县区吼，咱这个新竹吼，这个县的这个立委啦吼，维州委员吼，咱继续来看。新竹市也好，新竹县也好，即阵讲要大合并吼，你的这个看法应该嘛是同意的吧？感谢你。合并升格吼，变做地下市吼，大家拢支持啦吼。不过吼，就是讲即卖法律吼来看吼，地方制度法吼，即卖规定就是讲125万人口才会当升格。咱即卖合起来吼，新竹县市合起来102万啦吼。所以咱若要升格吼，一定爱搁去修法吼。这就是较争议的所在，就是讲你即摆为着要升格、要合并升格，来修这地方制度法，是毋是会政治考虑大于咱这地方的发展？这是大家即摆较质疑的啦吼。你嫌疑的就对啦，讲为着要选举，为着会当选，即摆甲合并甲升格。但是法律佫无规定袂使的咧，要安怎？咱咧挂总招伊就讲无问题啦。伫咧立法院咱甲修法吼，甲125万升格即个门槛甲降低，降到100万就会使。但是我咧讲啊，这问题真大啦，因为咱即摆爱考虑的就是讲，毋是干那咱新竹县市的问题啊。咱佫有其他县市呢。像咱迄彰化市、彰化县啦，即摆已经126万人较加啦。如果若是讲安尼要升格，因早就会使升格啊。另外，咱即个嘉义县、嘉义市，伊嘛会提出质疑啊。讲为怎会是降价到100万，无甲降价到80万，毋是佫较好？嘉义县市合起来89万，嘛会当升格。屏东咧。屏东讲我家己一个县80几万啊，你若降到80万，是毋是大家拢来升格？我的建议是安尼啦，就是讲地方交通啦，沟通啦，大家爱交通。第二就是讲要合并的县政府、市政府甲议会，
大家爱讨论啦吼。是。啊，第三就是讲哦，千万唔通讲为着要合并，要会当选举，去修法。即摆这125万吼，这个规价吼，老实讲已经真价啊。咱即摆甲看6都内底啊，上细即摆人口上少的伫倒位？台南市啦吼。台南市是。187万。啊，你125万，迄是最低门槛，上低。啊，你即摆要搁甲降低，啊，将来7都内底，有100万的，有400几万的，啊，咱新竹县市合起来去也变做迷你直辖市。啊，为了这个升格，然后改这个法律，我感觉吼正当性无啥够。OK， 但是搁请教委员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咱看到讲这个新竹市也好，园区的这个发展吼，税收的这个问题吼，尤其咱看到科学园区吼，逐年拢6000多亿的这个税啊，但是咱讲分配款的这个部分吼，敢会真正影响到这个新竹市也好，新竹县的这个发展呢？你感觉？当然一定会影响。啊，新竹县市吼是创造这个税金吼较侪的所在。OK。啊，咱遮因为有产业有科学园区啦吼。啊，这统筹分配款吼，财政的划分吼，就是讲税款吼交去中央，啊再分互县市吼，咱分较少。OK。不管用这个人民的平均，还是讲创造税金的这比率。来讲，咱拢较食亏，这是有影。OK。啊，这有解决的方法有真侪种啦。哦，你讲财政收支划分法、统筹分配的办法。OK。啊，这拢会使去讨论。OK。升价嘛，毋是讲歹，只是讲哦，你为着升价而升价，啊去修法律，这时间搁遐短，哦，2022年满年就够啊呢。是。哦，啊，咱爱做的工作，沟通啦，县市议会通过，县市政府协调，民众要支持，民众要支持，这拢爱时间。所以我感觉是安尼啦，久久长长，我嘛真支持讲，会当对咱新竹县民、新竹市民较公平咧，分配这个税款吼，会当按这个创造的税金来比例。啊，这真公平，但是哦，从长计议，2026年啊，是一个较适当的时阵啦。OK， 这是委员所讲吼，2026年吼，讲卖拼伫咧明年吼，头拄委员嘛讲到这个人口这个部分，到底125万爱改做是100万无啦吼？咱看到讲新竹县也好吼，即阵是57万外的人口，新竹市吼安尼加起来差不多102万人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甲苗栗县吼到底要合并无？咱等下好好讨论。但是彰化县呢，若是依照这个咱的吼修法的这个标准来讲吼，125万伊就会当估一个，咱讲是直辖市啊，到底伊要来家己去估一个吼城市无？啊，若是讲吼人口佫较大外，啊，咱看到讲吼屏东遮啦吼，伊到底是讲哇，你要改做100万，啊，啥要改做80万吼？另外咱嘛讲到嘉义市啦，共款嘛是拄着吼。若是讲嘉义市、嘉义县吼，升价合并的这个大问题吼，到底要安怎修改这个人数？咱先请教老师啦吼，安怎看这回这个人数上的这个合并的这问题？基本上咱咧看这个问题的时阵，我是希望讲咱大家会使徛着咱的地方制度法，也是讲咱国家整体配套措施的这个方向来思考。是。尽量片面就是讲为着一个单一事件，那来改这个法律。大多我们林立委已经有做一些解释哈。是。我看这代志的时候，我感觉讲，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是从行政区域划分的程序法来思考，但是很可惜，今嘛这个法律还没有通过立法院。这个行政程序法可以使得咱今卖新竹县甲新竹市到顶较简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对林委你讲，如果要提升到直辖市，这个问题就较复杂，因为咱看到彰化县，今嘛125万啊，但是125万唔是表示讲伊就一定是直辖市哦。OK。咱看地方制度法第4条，伊讲咱人口有125万，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甲都会区域发展上有特殊需要的地区，所以讲，咱你看当时这个五都升格的时阵，是看足个条件，人口是
一个条件之一的。OK， 安尼尔，所以讲我咧看这代志的时阵，咱有紧的，会使先去处理，就是讲咱看会使讨论民意的共识凝聚。刚刚我们的陈议员也在提到凝聚那个共识，那往那个方向来进行。OK， 我是建议也是从长治久安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OK， 但是那是从经济上，我感觉新竹市都有这个必要。议员感谢呢？是啊，其实像老师讲的也好啦。规个台湾整体区域应该思考要安怎来划分，要安怎来这个重新的规划。对。但是这个我想要请教，在上个礼拜，这个市长提出这个大新竹合并新的代志进前，我感觉民间普遍对学界普遍对这个议题咧讨论的状况有较少。我拄仔嘛想要来回应一下委州委员你拄仔咧讲的吼。我发现讲大家对这个大新竹合并升格，拢有关度的共识哦。我讲的唔是新竹市民，也是新竹县民也好哦。我讲的是包括这的政治人物，包括林志坚市长，包括杨文科县长，包括咱不论是国民党也民进党，大家讲到大新竹合并升格，都表示高度的支持，而且需要做，嘛应该爱赶紧做。是安怎？因为咱发现讲大新竹地区，尤其是一个河航园区，这么重要的产业园区伫咧新竹，不管是因为县市来分地产生啊足侪问题也好，也是讲不管是要来提升咱大新竹的居民吼，大家生活品质，互大家愈来愈徛起幸福嘛，大家拍拼咧食头路做工课吼，若是生活无甲顾好，咱升格了后。较侪资源来到大新竹地区，替咱所有伫遮徛起的居民生活甲顾好，这是地方政府必须要做，而且要赶紧做的工作。OK， 咱讲到新竹市也好，新竹县也好，其实交通是一个大问题吼。是啊。到底交通吼，比如讲我坐高铁甲台北市啊吼，咱讲吼真正真方便，台北吼要甲新竹也好，但是我去甲这个新竹市区内底，哇！我尔也无方便啦，所以这是毋是嘛？是讲恁考量到规个交通网络的这个设备也好，还是讲规个经济发展，其实新竹市、新竹县爱到达。拄啊，委员咧讲新竹县即摆要讨论合并升格，是因为某种的选举也好、政治的思考也好，我要讲，咱一群少年的伫咧新竹地方咧做这个工课宣讲吼，不管啥物也好，咱一心想要敢若新竹地方，包括科学园区未来要安怎发展会愈来愈好，咱。完全无去想到，我拄仔讲的新竹地区吼，敢若园区一附近吼，大家透早一上班一出门，第一就是交通、塞车的问题，互大家心内拢足艰苦的。是安怎？我感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县市中间吼，无法度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来整体对规个区域的交通做一个好的规划。所以反观整个国民党，包括江启臣。主席李乾龙秘书长跟维州委员，大家在讲的，我们都知道，咱知影合并升格一定有足侪困难要来面对。但我迄天嘛看到瓜建民总教咧讲，伊讲修法大家当讨论，地方大家咧宣讲吼，嘛是要想讲要安怎收集大家问题，要想出一个好的解法，就是要为着解决咱新竹地区遮个分治所造成的问题，大家拢足骨力咧想办法，但是我发现讲国民党这的政治人物啦，大家拢一直咧提问题，没有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符合新竹县民、市民、大新竹地区的民众共同期待新竹合并升格的问题。所以我根本就是感觉这个讲法吼，无负责任咧扣咱新竹市进步甲发展的后脚啦。OK， 咱先请教授吼，安怎回应头拄啊两位所讲的咧？他都要咱议员讲到这新竹县市的合并哈，我个人是刚刚讲从台湾科技产业，从生活区域发展来说，新竹县市的分裂其实是很可惜。我们如果看到国外欧洲或美国很多产业园区啊，提供这类科学园区，它都是强调在这个区域里面的生活圈，产业圈的共同生存、共同发展。那刚好我们的新竹市是台湾的护国神区，神3年护国神区。那如何把我们的新竹市这些腹地
它的住屋、它的水、它的垃圾处理这些相关的资源来协助我们台湾重要的科技产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美国的矽谷，它是一个湾区，它是一个大湾区，幅员非常的大，里面还有2个最重要的学校 ，Stanford 跟 Berkeley， 作为各种人才的培育。所以一个国家的科学园区要蓬勃发展，它有各方面的资源，从硬体的资源、腹地、环境、水资源等等，到人力的资源的培育。那我觉得，我们如果看经济管前期，过去的分立，事实上引起很多的议题。OK， 把它做一个整并，是这个时候应该好好来思考。是，头拄教授提供的吼，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这个经验吼，咱看到讲Stanford 也好，还是讲吼这个 Berkeley 也好，拢真好的学校。其实咱嘛有2间学校，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其实有真侪校区吼是伫咧新德县吼，我家己读的这个客家学院就伫咧新德县吼，真侪学生囡仔哇，这交通的这个问题嘛是真头疼吼。继续请教委员吼，咱讲到吼头拄这个教授所讲的 Silicon Valley 的这个经验啦吼，互咱思考也好，人才拢伫咧遮，关系合并有伊的必要性吼。若是讲卖讲选举这部分，有伊即时的必要无？合并升级吼，这是将来吼，台湾一定要面对的问题啦。咱绝对无可能放讲，咱台湾有2个世界，讲一个是叫做直辖市，即嘛叫做6都，另外吼14个县市，这统筹分配权无共款，等于说2等公民，这是咱共同爱去面对的问题啦吼，这中间当然包括着咱新德县市合并升级，或者是讲德苗吼，新德县、新德市、苗栗做阵来讨论合并升级，这拢是会当来讨论啦吼。OK， 需要时间吼，所以我绝对无反对讲咱这合并升级，然后跟咱所有的这6都。平，大家都是一样的地位，这是所有的这先进的国家拢同款啦。美国就是国州嘛，这就是第二级单位嘛，没有说2级、3级分做2种州，一种州是分配税款无同款。我看这是台湾，大家拢要去面对。即个重点是啥呢？拄则咱讲啦，讲合并有啥物好处？升级有啥物好处？这我相信大家拢知啦。合并当然有一寡这共同的问题，共同来解决。一个政府免2个政府来沟通啦吼。我迄天拄到这个咱咧科学区的这个局长，迄管理局的局长，我讲即马若是县市合并，还是德苗合并上大的获利者就是科学园区管理局局长。你讲安怎讲？我讲你将来面对一个政府，市政府免面对3个政府所以沟通会更有效率。是。拄则咱讲到科学园区，一直提这科学园区，其实即马科学园区大家也知影，咱即马有做半导体产业链，台积电护国神山，其实是横跨竹苗啦。OK。咱若袂当袂记咧讲，咱德南嘛有科学园区，即马台积电嘛大力投资，正在设厂，将来的最先进的这个封装测试的厂就在那里，全世界上先进的。我意思就是讲，是要新德县市合并升级。是要德苗合并升级，这拢会使讨论。将来台湾一定要面对同款的平等的这县市啦，大家拢是直辖市啦，安尼才对。但是我最后嘛是爱讲时机的问题第一，咱即摆若雄讲进前6、7年拢无讨论。讲新德县市要合并，即马等即阵要落任才提出来讲新德县市要来合并，而且爱搁爱修法，地方制度法爱搁去修，为着新德县市125万，甲改做102万，100万，符合着咱新德县市，我感觉这做法有较急啦。
OK， 大家会使来讨论。是。并无一定讲，一定爱伫咧2022年，就要甲新竹县市会当做，其他县市袂当做，这讲袂啥过。你讲，咱拄则讲啊，彰化市啊，包括咱这嘉义县市啊，甲屏东啊，因要安怎来看？看讲恁这修法是为了一个地方，为了一个地方，甚至讲歹听，讲为了一个人，要来修法，安尼就唔好。这是长久的新竹县市的发展，就是长久来思考，伤久也免。来，我一直甲讲嘛，讲差不多2022年，差不多是这时阵啦。全国会当做定来考虑啦。OK， 这个委员的意思就是讲，2026年吼，这个时间上吼，较拄好全国性来去做一寡讨论吼。咱即阵个先来看讲吼，即阵啦吼，这个咱嘛看到讲，因为选举要到，所以有即款这个声音出现吼。但是这嘛是一定吼，你要弹出来这个球，一定吼，就是要接这条球，安怎来去回应吼？但是今日新竹市长吼林智坚伊嘛接受访问，伊讲。这个合并对都市的发展拢真有帮助啦吼，伊嘛讲到讲，那应该啦吼，就是留落来参选吼，这个部分啦吼，这讲是伊弹出来物件，伊嘛是要共款继续来去承担啦吼，咱就要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新闻报道。建议新竹县市合并的新竹市长林智坚13号接受广播节目访问的时阵强调，1982年新竹分组县市了后，无干那是两个城市的治理，这新竹科学区产业发展嘛受到影响，也是合并就当改善这个状况。不过，今日参选合并了后的地方首长林智坚讲啊，也是讲伊提这建议都应该爱留落来。这件事如果我不提，也许我的人生会有一点遗憾，所以既然我提了，我就应该要留下来。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是认为讲啊，2026年才是新竹县市合并上好的时间点，并且会当同一个时阵来处理全国行政区的问题，并且思考敢要互直辖市啊，个所有县市同款，拢是立即政府，以免来发生着通调分配款无公平的状况，嘛才袂因人失事。不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建议，这新竹县市啊，个苗栗应该透过民意代表，也是公道的方式来甲民众对话。林智坚市长宣誓说不会参选，好，尽力推动，但他不会参选，那真的就大家会相信说这是为了新竹县市。透过民意代表，或是透过其他的这个公投的方式，来多跟自己的这个县民呢一起来沟通。那不要落到说某某人有这样提倡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新竹县市合并的议题嘛，显示非直辖市合并是欠法源的问题。赖进步嘛表示，去年底已经将行政区的定数法送行政院了。那如果是单纯合并，那不涉及升格的话，那就依据行政区划程序法办理。那目前这个法案已经送请行政院审查。随上2018年，行政院都要通过行政区的法草案，送立法院审查。不过了第9届立委任期结束，这任期结束了后是无继续来审查这案件，所以内政部伫法案名称是增加定数能力了后，是变做行政区的定数法，定来送行政院通过了后，会搁送到立法院来做审查。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台北报道。是啦吼，这个地跟市长伊讲吼，这个球弹出来，伊就要甲这个球继续甲拍落去啦吼。咱嘛看到讲，头拄有咧讲诶，这个敢若是合并的话就无问题，若是无牵涉到这个升格，但是安尼对新竹市来讲，应该是无遐尔好啦吼。原本吼，这是咱讲着吼，新竹市吼，这个部分是改做是咧省下市啦吼，伊甲这个吼其他基隆市啦，这个嘉义市啦吼，拢是差不多吼大的这个行政区的这个概念啦吼。但是吼，即阵有两个问题请教啦吼，就是讲即阵市长吼讲。要参选落去，那是大心得，这个升格吼合并拢爱做伙啦吼。啊，另外就是讲，真正若是变做敢若是合并尔，新竹市的优势地位全乌有去。咱要讲新竹合并，杨文科县长讲新竹合并以外爱升格，这完全的出发点吼，是为着要提升咱新竹县市原地居民，也佮有新竹科学园区伫遮生活徛起食头路，为着要互大家生活提升活品质，会当提升，互大家生活了佮较快活，佮较幸福。所以升格是咱第7都是咱新竹县民市民也好共同的盼望啦。所以拄啊维州委员讲的，咱只要是感觉正确的工课吼。咱爱赶紧来做，咱唔通搁chờ，唔通搁等。新竹市因为2014年林智坚市长当选接任以来吼，新竹市民有一个足深的感受。啥物感受？
足侪应该爱做的工课。咱看到过去的年来，可能伊的感觉是施政的重点就毋是这，咱感觉足侪甲市民有关的工课，足侪工课拢互市政府公部门排咧，无要做。好不容易等甲林志坚市长接任了后，这6年咱规个新竹市脱胎换骨，宛若重生哦。即摆新竹市民行为外县市来讲吼，大家讲到我新竹市来的，我拢感觉非常的骄傲。所以我讲正确的工课爱赶紧做，并唔是像拄啊委员咧讲的，咱爱虽然困难足侪，咱爱努力来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这才是全民市民应该全民市民高度来关心的工课。这嘛是我要考劝维州委员一句话吼，咱要面对。我知影你即摆做立法委员咯，所以你爱想，就是要安怎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工课来看整个台湾的即个开国发展吼。但是你嘛爱想者，爱安怎来面对你新竹县的选民支持你的人，尤其是这的选民吼，高度拢是对咱合并升格有共识的人吼。另外讲到林志坚市长，等这个球出来，伊爱接无？我想这点吼，他说。提出来就该留下来，但是能不能留下来？万一明年咱各个方面拢齐备了，真正新竹县市合并升格咯，迄个时阵更有一个叫做新竹市长的选举啦。新竹大新竹地区的选民要和林志坚来继续带领这个市政府来替新竹市民、新竹县民、大新竹地区的这个徛起居住的人民，大家做事们要不要让他继续留下来，要看民众的想法。OK， 就是讲2022年，然后若是真正合并过，要互伊做这个大新竹的这个市长，嘛是要考虑到这个民众买手当票这个意愿吼。共款过来先请教这个委员吼，过去你嘛有参选到吼，这个咱讲新竹县吼，这个县长也好，你买手是立委吼。也在啊啦吼，所以但是你看讲买手啦吼，真正咱咧讲到合并也好，还是讲这个升格也好，你讲2026年，但是咱讲对整体这个新竹市、新竹县的这个发展来看吼，伊无急时的必要吗？还是讲未来吼，你若是有意愿来去做一寡参选的这个话，你安怎看咧？我安尼讲啦吼，就是讲我先讲一个讲民主政治吼基本的这个原理啦吼。为怎样讲咱民主政治？内底关于这首长，伊会当连任1摆，袂使连任第2摆。这什么原因？我讲做啊袂歹啊，继续一直做落去。无咱的规定，各国的规定也是如此。总统、县市长、州长这种的首长连任敢若会当1摆，8年到。你做偌好，做歹，拢爱换人啦。这是。为怎要安尼做？因为做久了总是有一寡包袱，这是人性。所以咱这规定就是在对抗人性，会腐化，会有包袱。而且甲机会互别人啦，毋是讲你做好，讲我即摆做8年做好，无我做12年好无？规定就是袂使。这规定是有伊的意义。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讲合并升格，大家会希望，但是你条件爱到，无变做讲，所有的县市大家嘛要升格啊，升格你要有一个标准嘛，毋知会当，互其他的县市心服口服嘛，你这要有标准嘛，无大家县市嘛要升格，升格本的钱较济，所以咱即摆规定就是讲你125万，就是一个规定嘛，就是门槛。而且咱教授拄则有讲，唔是干那这人口尔，各爱有政经产业各方面的一致，有它的必要性，这就是爱去审查的时阵爱去考虑，唔是你讲人口有够，就会当升格。OK。人口是一个上基本的条件。OK。这一定爱，互大家会当心服口服，才袂有。过度的反弹呐，是委员的意思是讲吼，这个125万的这个坎吼，千万唔通透过收款啦。但是咱们看来讲，这文科县长吼，伊嘛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甲苗栗吼扭一摆，这个53万扭了，安尼就156万啊，安尼一定过啦吼。但是这嘛是引发着真侪讨论吼。咱看到讲，
这到底156万加入来，对于这个新竹市也好，新竹县也好，是一件好代志，还是毋是一件好代志？这个大家伫咧网络顶，也是讲伫咧政坛顶，引发了真侪讨论咱嘛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南边的归到台中去，北边的头份竹南归来大新竹。这种话既然能够讲得出来，我真的是很佩服他。请林市长来参加，说明升格的理念和具体的做法，否则如何让我们大家来支持呢？会议才拄开始，苗栗县长就开炮，认为合并不应该把苗栗排除在外。新竹市长林志坚除了表示，因为有别项行程无法度来参加，也对合并做出回应。合并升格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转弯那我也感到相当的不解那到底是不是受到党很大的一个压力，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导致于杨县长这个政策大转弯这场会议也邀请竹竹苗地区的立委做伙讨论。立委表示，合并升格一定要全盘考虑，做好配套措施。最主要要让民众了解说合并之后到底对民众有什么帮助。他任期届满了，到第7年的时候，他忽然想到说，那来提这个县市合并，以后可以再继续参选。对于执政党想为特定人士量身定做、因人设事、违背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大家共同谴责。针对合并升格会议结论，各界也是有无同款的意见。杨文科表示，会搁请新竹市长林志坚提出实际的做法，3县市才过来讨论。记者陈文和新竹报道。咱先到教授啦咱讲到新竹市、新竹县大家共识可能是较济啦但是要甲苗栗放入来，你感觉咧？咱过去看咱西方欧洲也是美国的县市的合并，还是城市的合并基本上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讲共识，民意之间的讨论最重要的。也就是讲，咱新竹市、新竹县甲过去的苗栗县有咧斗阵无？有咧合作无？一般我咧感觉讲，谈合并之前要先合作，先谈恋爱。感觉上过去多年来，咱这个新竹市甲新竹县不惜地沟通，有很多需要，有咧谈恋爱，所以合起来很顺理成章。主人是。那现在要把苗栗放进来，我就要问说，过去咱有咧合作无？有咧讨论无？有咧讨论，有咧斗阵无？咱这民意有甚欢迎无？我感觉讲合作，或是特别是合并案，民意共识很重要。是，所以讲苗栗要不要放进来，其实应该多听听我们地方父老地方的声音，非常重要。我常常强调，要先谈恋爱，先培养感情之后，才去合作之后再来谈合并，这是蛮重要的。那我这里也提出一个观点，刚才我们林议有提到是说，台湾为什么这么多的县市弄被谈改制升格？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是讲我们这个所谓的统筹分配税款是不公平嘛，差伤济啦，差伤济，是拢独后的6都，其他的16个县市都摇不动，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政府很重要的一些配套措施，马爱去纾困的是讲，你不能只独后这6都，咱在比方说新竹县市啦，还是讲苗栗县市，还是讲彰化，肚子都很饿，财政都不足，这个是另外一个配套措施，咱来纾困的问题。是啦，就是讲这个6都内底咱会当收到真侪资源。当然新竹市若是新竹县合并的话，当然嘛是这个受益的，咱讲县市伫咧但是莫袂记，咱讲规个整体的规划嘛是真重要。透过咱讲新竹县、新竹市这个议题弹出来，买手咱另外思考的，就是长久的这个问题啦咱就用到这个是2020年6都，甲这个新竹县、新竹市甲苗栗来去做一寡分配这情形来去看。台北市524亿是非常的多，新北市407亿。另外咱看来讲新竹市79亿70.95亿啦新竹县差不多嘛是100亿啦这个部分咱加起来170几亿尔啦另外咱来讲到这个部分就是新竹市也是讲新竹县买手，若是变做是第7都的话，伊讲这个税款
会当分配甲真好啦吼。但是吼，咱嘛讲到这个加入这个苗栗来，你搁爱吼承担伊的这个负债吼，370亿啦吼，咱先请教议员吼，安怎看甲苗栗合咧？像老师拄仔讲的，新竹县市是有咧谈恋爱，而且是热恋哦，热恋不断。是。那另外就是迄天我拄仔新闻画面有看到的，这个县政府新竹县政府召开的这个会议吼，许耀昌县长伫咧会议当中一席这个不如新竹县先跟苗栗县来合并的玩笑话啦，我只能界定它是玩笑话。OK， 此话一出吼，伫咧网络顶吼，甲新闻内底。引发了许多我观察都比较多是新竹县民的恐慌。OK， 嘿，因为不管安那，议题拢会使讨论啦，但是新竹县市的合并升格是咱新竹大新竹地区的居民的共同的高度的共识。是。那徐县长抛出的这个话呢，我想还没有跟苗栗县的县民大家来沟通啦。所以。我都认为有共识就该先行，所以才说合并升格新竹先行啊。OK， 那我还是希望回到这个新竹县市新竹县市的这个合并升格，因为40年来有太多的问题被凸显出来。OK， 科学园区伫遮嘛发展了足好，咱要安那为规个国家、全世界产业的重要的地位吼，咱这个半导体的产业搁发展，工课者拢会有好的生活，大新竹地区有好的发展，咱爱为遮来好好啊来思考啦吼。咱尽量避免讲有足多像拄啊，咱会议当中内底委员嘛有提到讲，咱是因人设事啦。那我想台湾上可贵的就是咱的民主的精神，我拄啊嘛有讲。林智坚市长要不要、能不能留在大新竹市为大家这个服务？需要靠各位市民的判断。所以我希望讲，再加上我们这个礼拜吼，我都要讲的，咱十几个、20个这个地方少年的民意代表要来去地方做宣讲吼，咱拢重点拢是讲，咱是安怎要来推动这项工课，咱吼选举的。口水这些东西哈，尽量越少，尽量不要影响到这个大新竹地区民众共同高度的期待越好啦。是啦，咱嘛搁回顾一下吼，迄当阵5都要升都的时阵，台中市共款吼是这个吴志强市长吼，伊过去嘛是做了袂歹啊吼，第一任吼升格台中市的时阵。伊共款嘛是当选，然后但是咱嘛看到讲，爱经过民意的这个检验啦吼，到底会当来去继续无吼，这是非常重要。但是即阵咱搁回过头来讲，到底苗栗放入来好也毋好吼，这咱看到讲徐耀昌吼，这个县长伊所讲吼，伊讲吼真正吼匆匆忙忙就要执行吼，搁要将苗栗切一半。啊，我毋知这市长有讲过这款话无？会议当中迄个市县长有讲到啦，伊讲市长有敲一通电话给伊。我想，因为过去大家我伫市政府咧做工课的时阵吼，我规个新竹县市、甲桃园、甲苗栗，咱有一个共同的区域治理的平台。但我要强调，桃园甲新竹县市提出来的问题较多。新竹县市甲苗栗是不是一个生活圈？有没有来谈恋爱，甚至有没有暧昧？我觉得那个都要再观察。但是基于过去的这个熟悉。也搁有咱林志坚市长，毕竟就是政治上市县长的迄个后辈，伊是比较较先做政治工课。基于基本的尊重吼，林志坚市长来敲一通电话，主要是要质询大家有咧讲到新竹苗栗要合并的这件代志吼，县长的看法毋知是安那，总是。一个尊重，一个基本嘛。总是要来了解大家想法是安那。想袂到县长这话讲出来吼，颠倒好，足侪我看到足侪网络上的新竹县民、新竹市民也好，苗栗县民也好，大家足惊吓的。尤其是新竹县、新竹市。另外我嘛讲，像这个形式的这个通话吼，就在这个。我在想啦，我家己在想，市长敲这通电话，刚刚没有想到过会被拿来做文章吗？我相信他有想过。是，咱先搁请教这个维州委员啦吼，咱看到讲，即阵
这个文科馆长吼，讲甲遮个这个苗栗搁甲揪入来吼来讨论，其实是好的吼。对于若是讲整体发展啦吼，但是咱讲到这个到底可行啊无可行咧？我一直强调吼，这个合并升格吼，好的代志哦，全国拢爱做阵去考虑互这个政府吼一体啦，两级政府、两级的政府吼，大家拢共款，拢平等吼，这是大方向。过来的问题就讲时机的问题啦吼。咱即马新竹县市要合并，人口都无够，所以我一直强调讲这时机啊，你若讲2026年、2026年来做，迄阵咱人口本来就125万啊，何必讲咱即马为着要马上升格，明年就要做，即马要改地方制度法，这吼太侪负面的这改税啦。你讲这到底是为着啥要改？而且会阁牵涉到其他县市的反弹啦。这你本来是足急的讲我即马2022年我就要来甲做，甲修法，结果咧？结果互人讲话啊！我敢若互新竹县市为了新竹县市修法，为了一个人修法，这种讲法互做啥？颠倒是阻力，你知无 ？OK， 若是讲这回咱讲这个林志坚虽然放出这个议题出来，但是伊卖出来选，安尼就解决了吗？这当然是证明伊讲为着地方，唔是为着伊个人啦。OK， 咱先到议员议员你安怎看？这重点唔是这嘛。OK， 对啦，拄啊委员讲了足好诶。这个新竹县市合并升格是大家重视，这是正确的道路，正确的工课。所以若是市长卖选都无问题。咱爱赶紧对，我感觉这款讲法吼，这个台湾的民主机制，对的代志爱赶紧做啦。OK， 那我拄啊咧讲的代志，我再一次重申，对的是赶快做，然后我们这件事情基于大新竹地区的发展，台湾非常重要的一块腹地的发展，我们政治的口水越少越好。OK， 咱个继续请教维州委员安怎回应？我跟你讲，我拄则讲也袂煞。我讲到2026年，咱有准备的时间，咱有机会沟通的时间，县市政府好好的提计划。大家要知影你要升级，唔是讲我人口够，就会使。拄则教授嘛讲你还阁有计划呢。你要证明讲你这是共同生活圈、产业链有合并的必要，所以这个话需要时间，莫互人去怀疑讲为了政治、为了个人，咱心中重要的代志，阁较爱慎重来考虑嘛。真紧的弄破碗嘛，你较紧无一定较好呢。较紧你若遭受反弹，讲你在新竹县市即马人口无够，你就要合并，为着这修法，全国反弹，你对咱新竹县市敢好？咱行出去讲，恁遐自私，为着恁家己，就修恁的法，为着个人，这拢唔好啦。咱要证明讲，真正是为着地方，新竹县市的发展，科学园区。咱这台积电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是关系着台湾的未来的发展，这是结合在一起的。OK， 其实咱来讲就是讲这个六都啦这个过去这个例来讲啦其实六都本地讲要平衡这个区域这个发展，但是嘛有一寡这个情形啦就是讲这个较早唔是这个都会区的这个乡镇区改做是区了后，结果这个分配内底内部嘛是出现一寡这个问题啦相信未来咱嘛爱因应着这个问题新竹县也有真侪这个山区的这个所在，有客家庄的这个所在，拢要好好去顾着这是咱讲真重要这个所在。另外，其实维州委员的这个讲法嘛是真正确，伊就是讲全国二级的这个政府行政区的划分的这个问题，是咱正实爱去面对的这个部分就是避免讲这个统筹分汇款的这个问题无平均啦咱讲好业愈好业啦愈善车愈善车啦咱讲到这个部分真正来避免，咱阁继续请教教授啦这个维州委员2026年当然是一个时间点，但是咱讲到
这个全国2级政府行政区的划分，真正是考量到咱讲全国国土的这个规划、行政区的这个规划非常重要，这嘛是一定要去做啦。继续。这个咱国土的规划吼，这是一个真长久的代志，嘛是为着咱台湾的将来。是啊，当然咱咧讨论这新竹甲新竹县市合并的时阵，啊，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个国土规划的整体思考里面来。是。我个人认为是，就是讲新竹县市在台湾的区域发展里头，它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过去的过去的分开，其实真的是时间点讨论它再回来。OK。那我回到就是刚才我们立委提到有关于台湾国土规划问题，就是讲我们过去刚才我们主持人很清楚的指出来，就是讲咱本来迄5都或6都。本来思考就是讲，都会区为一个领头羊，带动区域的发展。是，但是这可惜的，熟悉的发展就是讲，咱这个都会区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但其他县市都散去，人才、产业都往这个都会区发展。这可惜的。所以，那未来如果还要再思考这个直辖市啊，提供都会区发展的时阵，那你要思考就是讲。迄种代志袂使搁发生啊，就是讲，咱的管区甲直辖市啊共急。咱咧做资源配置，中央政府伫做资源配置的时阵，爱注意到那个区域的差异，不是讲愈有钱的愈好一个资源，啊无钱的不给他资源，应该反过来，比较缺少资源的所在，咱较侪资源互伊。是，这过去咱有这个问题存在，就是讲咱整个配套措施要一并来进行。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新竹县市的这个议题。这是咱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发展。OK。那过去发展新竹市基于很多的条件一受限制啊，其实是应该好好来思考，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科技圈、生活圈。以及各方面的战略圈，我感觉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啦，咱讲吼，就是这个新竹市，咱过去嘛讲到伊的这历史吼，新下市，咱讲每年就40档啊，然后伫咧这40档，伊当然咱看到讲经济发展吼，这个带头的拢是伫咧科技业吼扮演着真重要这个位置吼。未来讲吼，咱讲2022年若是无做的话，是毋是会撑着？嘛可能有影啦吼，但是咱讲这个部分嘛是爱需要这个社会共识甲这个对话啦吼。同款咱嘛讲到吼，除了这个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嘛，讲吼卖甲还有过去咱讲5都啦吼，有亲像讲真济这个吼，毋是都会区的这个区域吼，过去的这个乡镇市啦吼，县区的这个所在非常重要吼。议员你有啥物建议？虽然你是新竹市的议员，但是新竹县未来嘛是伫咧政府规划内底。我想要佮讲一下吼，咱新竹市、新竹县一年来为中央的税、国税吼，1920亿。OK。但是咱一年新竹县市加起来可以拿到的统筹分配税额，只有少少的不到100亿，无到100亿。我想县政府也好，市政府也好。包括拄啊，咱新竹县市的民意代表也好，包括拄啊，咱卫州委员，拢应该好好正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新竹地区未来发展，一个对全台湾甲全世界拢这么重要的区域未来发展的重大的问题，毋是一个自私的问题，毋是一个选举议题的问题。是所以基于这个，我们其实也乐见，我个人也非常乐见吼，由新竹县市合并升格开始，咱全台湾对几个整个这个区域划分这个问题，除了地质法，除了财划法，可以来慢慢的形成一个讨论的氛围，让大家来讨论这个事情。是，上尾1分钟，咱先搁互卫州委员吼来做上尾的回应一下，1分钟。合并升格是大家希望，时机是一个问题，爱慎重。互所有的这个民意机关也好，县市政府也好，县市的人民好好来讨论，唔当食紧弄破碗，这是我久长的代志，这是长久对新竹县市发展足重大的代志，咱爱慎重，而且爱周延呐。我最后爱搁讲一个，就是讲，咱爱先看。6都合并了有没有一些负面？负
负面的无？这嘛先研究啊，啊无你即嘛唔知影，你台南县市合并了后，庄脚愈散车，啊都市愈繁荣，这嘛唔是咱希望看到。到时合并了后，结果新德县足侪庄脚嘛，啊所以这问题爱先看六都合并了后，到底有啥物优势，啊有啥物负面，这拢爱做研究，做参考，不要再重蹈覆辙。OK， 有影咱头拄仔提出来，就是讲吼，这个五都吼已经看出着吼都会区的愈集中吼，为啥咱来安尼讲吼，就是爱避免讲新德市若是真正要合并的话，这就是咱真正要面对的大问题。今日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视看，咱再会，感谢多谢。